我哋喺大學裏邊做嘢啦，每一日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學生。近年咧，其實個社會發展得好快啦，改變亦都好多。而大學生嚟到學校上堂咧，其實佢哋面對緊嘅係一個完全新嘅學習模式啦，亦都面對緊一個 AI 嘅年代嘅改變，亦都開始咧要諗下佢哋將來想做啲乜嘢。咁呢啲種種唔同嘅改變咧，會形成咗壓力。而我哋亦都觀察到咧，好多大學生開始會出現一啲焦慮啦，或者抑鬱嘅情緒。而有一部分嘅學生咧，更加咧係會形成咗一個賭博嘅行為，嚟到幫佢哋逃避唔開心嘅感受。有見及此咧，我哋就同咗香港賽馬會一齊合作去做咗 Artify 呢個項目。咁其實 Artify 呢個項目咧，同我哋平時上 lecture 好唔一樣啦。我哋唔會直接同學生講話乜嘢係精神健康，乜嘢係心理健康，或者學生應該需要做啲乜嘢。反而咧，我哋係用咗一個叫 co-production 嘅概念。呢個共同建立嘅理念係我哋會視學生為我哋嘅合作伙伴啦，同佢哋一齊去建立開心健康嘅校園。咁成個計劃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哋用咗表達藝術啦，同埋設計思維嘅方法，透過等學生咧去理解自己啦，或者去同理他人，然之後最後咧就一齊去合作建立一個屬於佢哋嘅理工大學。我哋透過 Hive 沉浸式體驗，同學之間係用非批判式嘅方式欣賞大家嘅作品，同時亦都會以鼓勵同支持嘅態度回應大家。當我哋願意分享同埋聆聽嘅時候，我哋嘅連結感就會越嚟越強，慢慢成為我哋心理健康嘅最強後盾。而我哋同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一齊同同學運用設計思維嘅概念，構建校園嘅藝術裝置。Artify 已經告一段落啦，但係其實咧，關於心理健康嘅對話咧，啱啱先至開始嘅。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可以繼續用創意藝術同同學一齊建立一個更加有關懷同埋有力量嘅校園。